BBC 高層辭職背後真相同媒體信任危機。近日，英國廣播公司 BBC 總裁蒂姆戴維同新聞行政總裁黛博拉特尼斯雙雙宣布辭職，引爆國際輿論。事件導火線係英國每日電訊報早前嘅連續報導，一份由 BBC 前準則顧問撰寫嘅內部文件。該文件入面列出一連串錯誤，包括對特朗普2021年1月6號演講嘅剪輯手法。當中所指嘅係 BBC 節目廣角鏡2024年12月播出嘅紀錄片《特朗普第二次機會》，被指刪走特朗普當日呼籲群眾以和平同愛國嘅方式表達意見嘅說話，涉嫌用篡改手法剪輯發言，令佢睇起身好似係鼓勵示威者衝擊國會大樓，呼籲佢哋拼死戰鬥。呢個操作曝光後，特朗普陣營猛烈抨擊，指責 BBC 刻意剪輯片段，扭曲事實，令特朗普嘅努力同政策被誤解，完全係100%假新聞。特朗普亦喺社交平台指責呢兩個辭任嘅 BBC 高層係腐敗記者，但 BBC 呢種選擇性剪輯、預設立場嘅操作並非第一次，中國內地同香港特區早就深受其害。喺涉華報導入面 ，BBC 嘅陰間濾鏡早已經成為佢哋嘅招牌手法，刻意將中國城市基建嘅畫面調暗模糊，營造抑壓恐怖嘅氣氛。就算喺正常嘅城市街景，都被包裝成缺乏自由嘅證據。喺香港議題上高 ，BBC 嘅偏見尤其露骨。2019年修例風波期間，佢哋將暴徒嘅破壞公共設施、傷害無辜市民嘅惡行美化為 pro-democracy protest， 全程唔提 riots 呢個詞，配圖反而刻意揀警方執法嘅畫面，誤導全球觀眾以為警方打壓民主。就算到咗2025年 BBC 報導國安通緝犯張希晴嘅時候，依然發佈毫無根據歪曲事實嘅文章。就算被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去信嚴厲譴責，佢哋依然我行我素。從 BBC 今次醜聞同過往報導可以睇到，所謂新聞自由嘅本質從來都唔係追求真相，只不過今次 BBC 踢到鐵板，對象係現任嘅美國總統啫。